中央院院长廖俊智昨伫立法院表示讲，台湾未当放弃任何减碳的机会，国家能源的发展无排除核电。核适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今仔是表示讲，伊赞成廖俊智的讲法。伊讲咱国内有成熟的核二厂甲核三厂，核电除了核小，卖当避免起电价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，佮无碳排，卖当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。中央院院长廖俊智8月参加联谊报告讲到，台湾免放弃任何减碳机会，国家能源发展无排除核电，引起国界关注。同款成为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副召集人、核属联合科技董事长董子贤再去也说明伊的看法。如果我们不要放弃在台湾本来就运用的很成熟的核2、核3的话，核2、核3可以相对的压低通膨。因为核2、核3所产生的电，按照台电公布的，一度不到2块钱，常常都只有1.1到1.2，而绿能发的电一度要4.5。董子贤表示，台湾是能源进口国，不过能源成本免予消费者负担不起。目前台湾这几年起电价了后，国内电价甲中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比起来，已经偏悬的趋势。加上起电价佫会造成严重通膨，则赞成国家能源发展无排除核电。因为核电无排碳，董子贤认为对台湾产业降低碳税、提升产业竞争力有帮助。政府想要达到2050净零碳排，可是却没有核电来作为一起达标的这个助力的话，那我觉得是不可能完成。针对企业要挟的欠水欠电议题，工总理事长潘俊荣透露，经济部长郭志辉认为，要发展新能源、新核能，无奈关系电力供应也牵动国内电价通膨这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